伫迄个无拉里的年代，大家做事无聊，就会拿板地、拿唱报歌，为着要甲这宝贵的记忆流传落去，有一群代代毕业的学生，甲新北市小报歌文化保存者陈浩虎老师的小报歌，结合着这美国的 hip hop 音乐，咱做伙来看卖。讲甲做地嘛上艰苦。这是新北市第一个小报歌文化资产保存者陈浩虎老师所唱的小报歌。这个新的版本是三个少年家结合美国 hip hop 文化所创新的小报歌。这三个代代毕业的少年人，为着要追求音乐的梦想，在毕业了后，斗阵开音乐工作室，创作出属于台湾人的音乐。会想要甲小报歌结合 hip hop， 是因为因认为美国 hip hop 文化甲台湾的小报歌精神足相同。hip hop 音乐来自美国。小报歌来自台湾的山这个 hip hop 的音乐来这做咱的家己的音乐。不管是小报歌还是我们现在呈现的新形式，它都只是在寻找一个情感的共鸣价值。陈浩虎老师甲伊的牵手倒观音女士伫台骹对节奏、拿听歌、拿点头，传统的小报歌有新的表现，嘛，互因两个翁仔某听甲真欢喜。那你们现在恁的少年在做对不对？主要呐，甲咱的文化接一丢，那我是很赞成。哪个？而且可以叫我变做歌，足好。即样种时代呢，有即款的家己哦，足好呢。用演奏设备调音软体，甲陈浩虎老师的歌声变做无同的音乐，互因感觉足神奇。学了这群少年朋友有够高。除了陈浩虎老师的小报歌，这群少年家希望未来会当运用 AI 技术，收集更较侪的小报歌文本，以科技人文传承做理念，继续做出属于台湾人的音乐。记者陈阿选柯敏哲新北报道。